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洋洋，今日嚟到怡心園嘅4座，為大家介紹一個實用面積654尺嘅3房1套兩浴室單位，事不宜遲，睇個單位先。大門玄關，L 型廚房，慳位實用。客廳，客廳窗外景觀，開揚山景。飯廳，走廊，浴室明廁有窗，減少濕氣。睡房，另一間睡房，主人房，主人房浴室明廁有窗。單位就睇完啦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聯絡我，下次見，拜拜。